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1月11日公视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美国国务卿麦蓬佩奥宣布，含台湾已经讨论一站的经济对话会议，11月20日就会正式举办。有民间团体要求新开放的美国猪肉，若包装爱写产地，佫着爱记载敢有着正肉精，甚至也爱添警戒的话语起来。有真侪独立经营的册店串联宣布，今日停业一天，原因就是反对网络的店头下架上卖册。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佫新增加3个对印尼、一个对比利时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佫有开发预防社的临床试验进行到第2阶段，着爱愈侪对象自愿来参加。指挥中心咱嘛公布网络登记的系统，网讲会当招募超过2万人。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4名境外移入的个案。在582号到585号，那其中582、584、585均为印尼籍的女性。那另外583案是比利时籍30多岁的男性。然后另外大家都知道，现在疫苗这个议题也大家相当的注意。那台湾其实我们的本土的疫苗的厂商在第一阶段的一个临床1期的试验也都可能要陆续要完成那完成之后就会进入到2期。那我们也知道2期需要的受试者相对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公布一个招募自愿受试者的一个平台。那希望大家如果说符合条件的人可以来登记。早起经济部王美花部长说明讲，为着经济进展，当已经许可一间外国来投资的电子业大公司派专员入境来台湾3日，免经过另外隔开的期间。这站疫情指挥中心也同意了。另外，陈时中部长讲到美国辉瑞药厂新开发的预防社，表示讲要采买偌济药，咱是挺好尊责有选择的权利。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烧，世界各国依然封锁边境，为了降低对经济冲击，维持必要商务往来，国内3大工商团体进行推动商业泡泡或者是经济泡泡模式。经济部长王美花证实，已经外资电子大厂专案申请来台湾，各得到疫情指挥中心同意，按算来台3天免隔离。我们是要来申请的它的这个重要性它的急迫性。还有它的对国家的贡献度等等，所以其实经济部变成也要做第一个把关啦。王美花表示，这案件是属于商业机密，所以无方便透露是倒一间厂商。商业人士伫台湾期间会派人专程督导陪伴，做好防疫相关工作。另外，辉瑞新冠肺炎疫苗明年有希望上市。有专家烦恼，台湾若是依照人口比例，今年分配到2到300剂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疫苗市场无明确答案，买数量是保留选择权。所有的疫苗的时程现在都是没有说很明确的答案。不过我们会尽速加快我们的脚步。陈时中指出，经济泡泡有各种无同款的样态，主管机关经济部爱做完全的监督，所写的防疫计划爱负起法律责任。指挥中心是负责防疫计划审核甲协助。对外团新加坡也有意要推动甲台湾的经济泡泡，陈时中强调，任何国家经济合作，咱拢欢迎。重点是防疫计划是不是用做甲分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度的世界卫生大会 （WHO） 经过电脑镜头连线，当日视讯开会。当有几两位咱的邦交国发言主张，就要接纳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加入。结果却拢互会议的主席阻挡，会讲无通煞，就袂当搁再发言。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也强调讲，那这款举动一定会引起愈侪国家替咱要求公道。希望台湾的贡献能够被大家所赏识和分享，希望台湾能够最终被邀请以观察员的身份特别参加 WHO 会议，在镜头头前展现挺台湾的日头，肯定台湾防疫有功，希望台湾会当分享经验，而且化为讲，让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O， 所发生意外的插曲。这一决定是
符合卫生大会议事规则53条的规定，因此我们就暂停帕劳的发言。经过大会主席的同意，才是停止放送别流大声落后的影片，硬阻挡别流的发言。WHA 干扰停台湾友邦的行为，唔单只一站。世界卫生大会第2天的视讯会议，停台湾的友邦小连续发言。贝里斯强调讲，台湾管理疫情表现了真好，而且传染率甲死亡率真低，避免社区传播，嘛帮助其他的国家。强调讲，台湾应该加做观察员参加 WHA。因那史瓦蒂尼是指出 ，WHO 加做国际卫生协调的平台，所以一直拜托台湾。领导会议的主席介入主动发言。面对2个友邦为着替台湾发言，煞去用主动，苏贞昌表示，这领导会互更较侪国家替台湾来讲话。被制止发言，这非常不对，会更激起更多的国家有台的人士帮我们仗义直言。台湾因为中国的主动，去用排除伫世卫大会外口。不过，台湾的友邦嘛少会伫进行2对2的辩论，学到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而且有做出实际的贡献。Reminder to all of us that only by including Taiwan, it will be possible to fully realize the partnership. 马绍尔批评 WHO， 和政治塔起全球的卫生顶悬，是严重拍歹伊的名声。强调讲 WHO 负责全球的健康，无应该甲任何一个人闹交去。台湾爱完全加入世卫大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美国国务卿麦蓬佩奥宣布，和台湾已经讨论一站的经济对话会议，11月20就会正式举办。美国的指派进前才来台湾访问过的国务次卿 Keith Clutch 负责。咱是经济部的陈正奇处长带团去华盛顿，隆重要讨论8项主题。蔡英文总统也讲，这正是表示两国的关系搁再有进展。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结果也未正式公布，川普政府挺台湾的行动也拢无停。国务卿蓬佩奥伫初则宣布，进前讨论过正久的美台经济对话会伫11月20开始。这样代表美台经济共伴的关系正健全，而且继续成长。The dialogue signifies tha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a vibrant democracy and a reliable partner, is strong and growing. Will help increase cooperation in everything from safe and secure supply chains to the clean and 5G security, to health security, and to more. 这不仅象征台美关系的一个进展，也证明了我们的国际杯不是纸上谈兵，更是着手投入的现在进行式。美台经济对话会由9月中访问台湾的国务卿次卿克拉克带头，以实体搭配视讯方式进行。实体部分伫咧华府办，台湾方面计划由经济部处长陈正奇带团访问美国。经济部讲，双方将会讨论包括全球健康安全、科学技术、5G 清气网络等8项议题。就这一些议题呢，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台美之间深化经济合作是一个今天就像蓬佩奥提到的，是让台湾更强大，让台美关系更好。经济部长王美花将会甲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振中，也有外交部长吴钊燮等相关部会官员，20伫咧国内用视讯方式共步参加。外交部讲，这边的对话是台美关系重大里程碑。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这当看出蔡政府的成绩，台美关系愈来愈好，双方会进一步加强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一阵民间团体早起出面批评讲，政府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却干那用行政命令公布，根本就是刁工，唔予人民参与甲讨论。总是过来肉品记载产地以外，嘛望讲会写明敢有落着正肉精，甚至甲薰草机共款，包装顶头爱搁添警戒的话语。上介好是食农教育的法律，就要赶紧通过。去年冲出开放，重启公民参与，重启公民参与。反对中共开放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主妇联盟嘛站出来批评，讲政府无顾全民的食安，应该重新启动全民参与。整个公民参与是不见了，风险评估跟风险沟通的程序也不见了。我们认为这样子，我们是无法信任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决策。一个打生囡仔的妈妈嘛强调讲，台湾人有咧食猪肉来的惯势，尤其是有心的人为着要补充蛋白质、铁质，食补清在食到甜瓜、药脂等等。因若大多数的外国人无咧食肉类，认为外国猪肉内莱克多巴胺残留的标准无适合用伫台湾，建议应该另检出。
猪肝跟猪肾的这个瘦肉精的容许残留量应该会减除。主妇联名摕莱克多巴胺快速体检的试剂，示范安怎检测猪肉内底敢有莱克多巴胺。强调讲，若是猪肉标示不明，未来民众若是要食猪肉，恐惊都要家己传试剂，要食的猪肉都要靠家己来把关。它其实只能验出说它大于这个2 ppb。未来如果我们通过这个来猪进口的话，未来我们的厨房可能家家户户都要去具备这样子的来片。标示来猪，你标示清楚，就像是香烟盒上面的有毒，画个骷头，这个东西呢，我给你警语了，那你要买那是你的选择。明年1月1日开始，正式开放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猪肉。主妇联名真无奈表示，若是一定要开放，政府就应该赶紧完成食农教育的立法，透过教育连接土地、产业，还有食食的文化，或是按对根本来做起。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也伫咧审查农委会预算。国民党的立委杨庆英质询陈吉仲主委讲，目前猪肉的价销比较去年同期间有的已经跌7%落来，敢是因为美国猪肉要进口的影响？但主委是说明，今年进口有较减，国内猪肉搁通外销，价销会落，应当是农民有加饲的缘故。美国内猪拢还未进口，民众就已经有期心理减食猪肉，造成价销落价嘛。会知国民党立委杨庆英伫经委会质询农会主委陈吉仲时阵指出，即卖价销比去年同期减少2%到7%，猪农已经受害。主委陈吉仲表示，今年进口的猪肉减少，国内猪肉搁会当外销，应该是甲内猪无关系。这波落价应该是甲中秋节过了后需求量减少，佮加上今年增加来饲有关系。你应该要去看到人民的痛苦。莱克多巴胺猪肉还没有进来，我们的猪价就跌咯。农民的预期心理很好玩，在之前有惠州猪瘟的时候，大家减饲，你知无？结果发现讲，惠州猪瘟守住了，然后现在口蹄疫拔针了，他觉得出口反而多养。今年水库离洪水期无风台带来水量，造成桃竹苗地区欠水，农产来停管。民众党立委邱传远指出，水情敢若还无转好，问明年一期调做是毋是要继续来停管咧？主委陈吉仲表示会量早来宣布。我想那个时间点绝对要在农民，不只是农民，包括秧苗业者，他还没有放秧苗之前就要宣布。台中地区即届虽然无停管，部分的果农嘛受到欠水所苦，真侪果子的树仔找无水源来灌溉。农委会表示，已经加强宣导农民要安怎来对抗，即马会补助农民来兴建水池欠水，佮有建立佮较省水的池管设施。记者林志文、王德新台北报道。今仔日11月10日是地政节，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和内政部徐国勇部长也去参加庆祝大会，表扬社会各界对地政主体政策甲制度有功劳的人员。不过会场外口政治大学的徐世荣教授和桃园防空城建设土地有去互政府征收到的一寡民众也来抗议，要求徐国勇部长公开辩论。11月10日地政节，行政院长苏贞昌参加庆祝大会，颁奖予对地政奉献有功的相关学界人员。苏贞昌伫致辞时阵讲，这一年来不动产交易组成的新部机制，新版的主体租赁契约定制度拢顺利实施，不过也是需要国家检讨改进。大家一起努力，让它更好。而这个更好的过程中，有不合理的，我们也应该改进。我们登记、征收等等相关的资讯，我们都公开透明，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义务。这一点我们现在也一直在精进。长期关心逼迁问题的政治大学地政学系教授齐世营，同一日时间伫咧电话甲10几名乡亲抗议，伊批评区段征收已经无合时代，就像是桃园航空城或者是台北城道顶开发拢有争议。伊希望内政部长徐国勇答应邀请，就这项议题公开辩论，希望政府正视桃园航空城的征收案。苗栗大埔只有154公顷啊，死了很多人了。桃园航空城3100公顷啊，3100公顷啊，大概是30倍啊。他掠夺的手法更狠。同市政府伫咧催稿公告，桃园航空城区段征收的案件范围有3151公顷，
当地居民甲市市营认为，桃园航空城扩大征收不公，希望政府有听到百姓的声音。不过苏贞昌甲徐国勇并无停来做回应，伫参加活动了就直接离开。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也公布威权的时代，遐因为争取自由落狱的政治犯，连身躯边的亲人都互人监视的历史档案。因为处主委说明讲2冬来，拢总清查出13万外件资料，其中敢若台湾省警务处就顶一半。现场也有捌去政府监视到的人士讲，资料看甲心惊胆吓，国家的霸权竟然牵连救助。我不知道那个叫监控，我只知道警察3不5时就会到家里来。讲身为威权统治之下政治犯的亲人，当年遭到监控的经验，家属有缘讲甲是后天。促转会11举办政治档案登记发表会，公布记载这监控资料的警政署历史档案。促转会指出，威权统治时期政治单位的保护工作，将异己人士甲家属列为特殊分子。根据记录，总共有15000人，其中家属占比到60%。33个中央跟地方政府征集到的政治档案已经超过137000多案，几乎是过去的5波的9倍多，将近10倍，这是非常庞大的。那其中这个警政署的部分呢，有7.7万案。18岁以上、65岁以下的人都会被列管哪怕这个家属他跟这个叛乱根本一点都扯不上任何关系，那个名册可能要写2-3页，可能有多达20-30个人。因为爸爸牵涉政治案件被清决，家己也连带正做检警系统的查扣对象。当时这5个月大家属之一的黄春兰表示，伊看到档案当中家己的名字的时阵，忍袂住流凊汗。愤怒、毛骨悚然、难以入眠。在看的过程当中，情绪非常的多。国家可以滥钱到这种程度株连九族。黄春兰指出，伫当年被监控的压力之下，对因一家伙仔影响拢真大。家己的妈妈就算到老，依然随身查身份证。杨翠表示，这政治档案拢伫档案局公开互民众看使用，互当事人甲家属遭受的苦难应被社会知影。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的消息，先来讲，虽然美国现任的川普总统也搁伫咧奋斗，提出选举的法律诉讼，不过当当选总统的Joe Biden也讲，当已经无虾米原因会当阻挡伊所领导的阵容继续向前行。是讲联邦政府负责管理总统职务交接的总务署，但是还未批文确定拜登当选，未来政权轮替要交接，可能还是无通顺势。民主党总统当选人拜登面对现任总统川普故再承认败选，开始反击，包括甲国防部长艾斯培辞掉拍法律战。拜登讲，伊的团队已经伫咧准备政权交接，不过有交接资源的总务署也未签文件确认拜登当选，交接恐惊未顺。过去总务署大部分伫咧媒体有切摄人行了几点钟，或者是1天内就确定停事。Nothing's going to stop that. Sir, what do you say to the Americans that are anxious over the fact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yet to concede and what that might mean for the country? I just think it's an embarrassment, quite frankly. I think it will not help the president's legacy. Have you tried to reach out at all to the president? And if he is watching right now, what would you say to him? Mr. President, look forward to speaking with you. There's one, as I said, one president at a time, and he will be president until January 20th. But not ruling out legal action? No, I don't see a need for legal action. And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any of the assertions made by the president or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美国国务卿庞佩奥伫吹十讲，9月中捌带团访问台湾的国务次卿克拉克，20会甲台湾开始经济对话。这表示，美台经济关系健全，并且继续成长，也会当帮助双方伫咧安全供应链、5G 清气网络等去合作。台湾是民主政体，也是美国会当信任的伴。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中国北京一间生物科技公司正咧和巴西的研究机关合作，进行一支武汉肺炎预防下上尾一坎的人体试验。不过这2日，巴西的国家卫生监测局所宣布实验暂停。总是因国内的反对派也批评讲，巴西的总统本地就无信任中国的预防下，卫生监测局会出来动，分明就是政治手段。
巴西这个严重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目前有差不多1万的受试者参加第3阶段的实验，甲中国科兴生物来合作。伫巴西当地生产疫苗的布坦坦研究所，接到巴西国家卫生监测局发爱动点的通知，是真无法度理解，因为监测局并无先甲研究人员讨论。O efeito adverso grave foi analisado e não tem relação com a vacina. Ponto. Esse efeito adverso grave, ele foi relatado 25 dias após o candidato ter recebido a vacinação. Que nós não sabemos se foi placebo ou se foi a vacina propriamente dita. 圣保罗健康官员表示，车站收到监测局的电子批，要求爱停止实验，而且表示，这甲顶个月29日一个受试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死亡的事件并无关系。Em sede de dúvida, para obtenha as informações necessárias que nós estamos falando. Simples assim, não tem nada além disso. 托雷斯甲总统波索纳洛的关系真好。波索纳洛本来就对中国的疫苗无信任，针对监测局的处理方式，还佫伫社群媒体顶悬庆祝，讲波索纳洛佫赢一届。 Como vem sendo feito hoje por algumas pessoas, algumas lideranças muito importantes. É muito triste. 辉瑞研发的新冠疫苗临床实验保护力有9成，不过有受试者指出，副作用亲像治流感疫苗同款，会头壳痛、发烧、规分子酸痛，甚至像严重水过敏的情形。而且做第2剂了后，状况佫较严重。不过，嘛有受试者认为讲，会当参与疫苗重大发展是一种公赢。另外，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车集表示，辉瑞乃当赶紧向卫生监管机关提交临时疫苗，按算美国政府上紧会当为后个月开始，互民众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世界出名的苹果电脑公司，伫咧美国的时间11月初10，发表上届新型的笔记型电脑，还佫有领甲台仔的倒顶电脑，是讲这批新产品也头一摆采用苹果家己处理、家己开发的中央处理器 CPU， 号名叫做 M1， 但是本地所采用 Intel 公司的 CPU 会渐渐淘汰。当然，这两间大厂也对合作转变做互相竞争的关系咯。 Until now, a Mac needed multiple chips to deliver all of its features. It had chips for the processor, I/O, security, and memory. Now with the M1, these technologies are combined into a single SoC, delivering a whole new level of integration for more simplicity, efficiency, and amazing performance. M1 晶片由台湾的台积电代工，用5奈米制程技术处理能量相当760亿个电晶体，核心的处理器用升级加8核心。苹果公司表示，使用 M1 的新款笔电用连续上网15点钟，或者是连续播送影片18点钟。同款的笔电使用 M1 的新版本，图形处理速度比原版近5倍，整体处理速度也提悬3.5倍。 为实现影片编辑这种高阶需求，新款的笔电改善影刻系统，让处理器用长时间做复合能量管的工作，同时延长电池的使用时间。 Battery life and the broader app ecosystem. Those are the two most valuable propositions day one, I think, for your average consumer. 专业的消费电子新闻网 CNET 报道指出，苹果公司未来会陆续推出更较高阶的笔记型加导向型产品，也能使用家己开发的处理器晶片。 也就是讲，以前使用 Core、i5 到 i9 系列处理器的旧版，会慢慢退出市场，代表苹果正式加入处理器供应战线，甲英特尔为合作关系变做竞争关系。对苹果推出 M1， 英特尔并无特别评论，不过强调家己的第11代处理器 Tiger Lake 功能无适合苹果的 M1， 在市场上依然有相当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11月11日，也是这几年中国网络的经销业特别拍节犹太日子。但中国的阿里巴巴天猫网对月初业绩到今仔日，营业额已经达到3700几万的人民币。虽然也有外国媒体咧分析，未少业绩实在拢是厂商家己灌水的，总是大细间电子商务的点头，确实也拢有探定推出犹太。 往年大家拢伫咧注意1月1日开始第1分钟，数字就开始跳的大荧幕。今年活动到第30分钟，阿里巴巴天猫网才发表自11月初一开始预告，一直到11月10日透早0点30分的交易价到3723亿人民币，订单上报到1秒钟58.3万笔。今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量的提升。
针对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内部也多次开会，同步整个的预测和整个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调整，包括人员和设备的增加。天猫网伫去年双11月一天嘅成交量到2684亿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不过今年活动已经第12年，国家疫情，外界认为今年嘅业绩无法度再创新高，所以阿里巴巴把活动改做2阶段，也调派4000台包机加货轮来准备。反正这个阶段陆续不是促销了吗？促销都非常很忙的。要出的货真多，业者也主动各种机器人取代人工，和效率更加提升。中国的第2大购物网站京东的累计下单金额，自10月2日到双11的预售促销活动，已经超过2000亿人民币。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比如像电脑、手机、数码、快消品。那京东在渠道中的份额呢，让我们足以用这些数据去描绘出不仅是大市场的趋势，而且是每一个区域、每一个细分群体的市场的消费的趋势。没有说疫情影响购物吧，但是可能购物车里面会多一点，比如说消毒液啊、酒精啊之类的。外国媒体曝光，过去双11月，中国嘅业者交易价灌水灌甲真严重，真侪数字拢是业者家己开钱请人录出来业绩。不过对双11月这个大饼，大家也是想要分一地。记者综合报道。顶几日，台湾一间伫网络经销百货大公司，趁11月11这档推出买册拍6折6的优待，引起出版业的人士出面反对。但若上市文化这间出版社宣布无要搁交货予迄间网络店头，南北2路也有真侪独立经营的册店已经串联宣布今日停业一天，因为因咧讲下介绍袂久长。上述的介绍、独家的组合，还佫有送物件。各大电商伫咧双11购物节要抢佫较侪订单，当然卖册嘛拼甲真厉害，拍折拍甲6折，还佫有万外本的册拍5折等等的活动。对实体的册店来讲，尤其是独立册店、小型的册店，还佫有规模较细的出版社来讲，影响是真大。最后站就是割喉战，资源够大的人他又来玩这个，他也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反正他自己就先赔一点来抢市场。独立册店上市文化伫人面册表示，甲合作的购物网签约拍7、9折的合约。不过，却发现讲专款的活动，一本册拍折的优待是比原本约定还佫较低。虽然因甲经销商无增加另外的负担，不过这并不是好的运作模式。册到宣布合作结束了后，几间独立册店嘛串联1111册店休困的活动，目前已经有40间响应。输的商品如果打折的话，是有很多扭曲的，那个扭曲对于出版产业是不好的。那我们到底怎么看待出版产业这件事情？是不是要把它跟一般商品来就是完全等同？如果完全等同，那就算消失了也没什么可惜的。詹正德讲，串联的活动是想要让更较侪人去思考，无公平的竞争对出版产业的伤害。因若对这个行动，文化部长李永德表示，双11是商业行为。会尊重独立册店，无用促销的方式来依附文化产品。因若独立册店进货甲成本相关的困境，文化部一直拢有伫咧协助改善。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和别老迄国互相开放观光，唔免隔开的计划讲无成，不过早起交通部林佳龙部长也伫咧立法院透露讲，即阵换新加坡积极来伫咧讲，总是一切都要等疫情指挥中心定夺。林部长也讲，12月起会先补助平常日的旅行团，旧历过年迄项也会推动饭店甲大众交通运输的优待。比如旅游泡泡因为逼流检验量能无够，宣告扑灭，互旅游业者真失望。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到立法院备询，针对立委询问是毋是还有旅游泡泡的落地名单。林佳龙透露，新加坡驻台代表已经排定，最近特别到交通部参详，对促成泡泡的态度真积极。新加坡也很积极，我们欢迎他们3天2夜提案嘛。那我们也会有一些方案。那至于说，因为这个都是要谈嘛，要配合整个防疫的状况哈。交通部表示，越南、日本拢可能是刷入去旅游泡泡参详名单。不过，是毋是会使还阁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决议？交通部目前维持定险国旅，包括纾困3.0预算支持业者薪水补助到年底，也到预算也鼓励业者推经济旅游类出国2.0。12月开始会补助平常时的国旅团，今夜也咧讨论
春节期间会推出大众运输甲饭店联合优惠，结合大众运输包括我们的双铁和国道客运，我们会希望他们推出优惠的一些方案，然后政府来加码。疏运分流，那可能是他单方面在想，因为开车的人还是会开车。那一个家庭出游，你说光是高铁一个人1000多块，就算你有折扣的话，也要大概4000多、5000多，然后再上台北来又住一个晚上，这样我想大家意愿不会很高。旅行业者表示，虽然已经是年底，但目前上百饭店在明年初的农历过年期间订房率并不好。春节是全家出佚佗的大季，民众全家伙也无可能坐大众运输，希望交通部应立即家己开车沿补助的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去年义大病院一个住院的医师离职，刷起向院方要求赔偿违约金600几万。早起立法委员范云也和医师工会同齐出面，表明确实有不少病院会和医师签真无合理、无公平的契约。证人也望讲医疗法内底医师劳动管理这部分的草案，会当赶紧送入去立法院审查。医师离职申请书顶悬白纸黑字写违约金高达600万7961块。去年义大验治疗病院一名转院医师 A 先生，因为在职进修结束了后，等于病院服务不满2年期限，所以被病院提告求偿。我认为离职违约金600多万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因为我已经返院服务3个半月，过去2年也帮医大做到夜间加护病房以及急诊均须有专科医师在场，用医大名义发表学术论文，还有资源偏向医疗。A 先生102年开始进入义大病院，为短医师开始做起，佮接受专科医师训练，也得到病院栽培。其他的病院进修接受次专科医师训练，只是伫换期提供劳务，暗时爱转去义大急诊做一线夜班。不过 A 先生不满意受训结束了后转义大，院方无依照承诺将升到主治医师。伫108年8月期间，捌工作14天，只休困1天。A 先生决定离职，所以病院依照进修进程所签的契约，向伊讨进修期间的2倍工资，600多万的违约金。因为医大要求我白天要支援住院总医师跟支援科内其他主治医师的工作，夜班从当初说好的6班变11班，也就是我的工作涵盖住院医师与主治医师的工作，所以我的工时比其他医师高很多。后来我身体变差，而且医大违约没让我升正治主治医师。那刚刚这位是除了工时之外，他有一个不对等的契约的问题。那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劳基法的保障，所以雇主可以跟他签订如此不对等的契约这个天价的一个赔偿金额。立委范云指出，卫福部去年4月，就把医疗法中的医师劳权专章草案送入行政局，按个目前也无动静。行政应该赶紧搁送到立法院审查，以杜绝劳工条约。义大病院到这个进程暂时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同款高雄的消息来讲，早起高雄市南安坑的南电路遮，有民众通报天然气泄漏。警消人员去到现场，伫一搭台湾电力公司的高压挂下底，测到确实有天然气的成分。照看应当是中油公司的管线有过样。当然已经有人员去现场施工追查原因了。现场有防火线，路边的铁空挂也掀开，才发生甲烷的管线滑漏。警方叫管线中心的人员赶到现场检测气体数值，中油人员也到现场检查，并且做排空的作业。突然人很多，然后警察也在后面那边，然后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有点可怕吧。10月透早，台电伫咧高雄南安坑区的南电路段顺管线到的时阵，测到甲烷，因为甲烷啊浓度伤悬，可能会导火爆炸，所以台电人员赶紧通知中油甲高雄市政府，中油8点43甲管线内甲烷拢总排空。查证结果发现这个附近的道路里附近大概有中油的一个管线跟新高的管线，经过紧急处理以后，毒质都已经没有了那后续由中油继续做处理。伫排空作业了，中油也甲路边挖开，因为除了中油的管线以外，也有一间新高压水管线，
要追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加责任。警方局讲会继续监控，确保市民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昏云林县议会总质询，有议员趯县府的环保局，讲斗南遮半暝半拢会扑出歹味，民众半冬来检举38摆，结果却拢无改善。张立宪县长一个听详细，现场宣布，环保局长即时调离开职务，望讲各局处的首长拢会当有所警戒，尽量爱体会民意。环保局长即日调离环保局长职务。议会总质询，云林县长张立宪向宣布，甲环保局长陈玉玲即时调离职务，互大家是惊一跳，因为最近云林斗南清在半暝传出臭味，有民众向环保局检举38届，虽然环保局有找出可能的来源，不过一直拢无作为，互当地议员伫个议会质询的时阵，要求伊来说明。你已经知影污染源伫倒，但是你完全无作为，包括竟然今仔日连头烧太亚油，局长竟然知，也阁无作为。这款的环保局长，真正已经不是人了。议员蔡东虎表示，8月份已经要求环保局，若知影污染的来源，就要积极要求业者爱改善。不过所一直拢无效果。针对这点，云林县长张立宪讲，环保局爱徛伫个民众的立场，将心比心，若发现问题，就要有积极应变，甲解决问题的能力。都已经有耳提面命，也已经都提示过了。但是我看到的，我说没有积极作为了哈，那我想先调离职务了哈，那就是让整个环保局了哈，大家都能够能够提高警觉。今年3月中，陈玉玲才打接云林环保局长，目前去互调职。也那县长张立宪表示，希望各局处的首长拢正做警示，今嘛要求环保局针对斗南臭味的案件，当期24点钟监控，一定要找出臭味的源头。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平埔族的牵戏祭典是每一年真重要南岛文化的活动。不过，花莲县府理乡公所今年预算都有偏，活动煞无办。虽然公所这边有说明，是因为乡内有分师奶爷和大母拢无共族，个人办理的方式也无共。总是平埔族的族人确实有出面抗议，公所也表示一定会搁再检讨办理的作业。经传统服装。花莲富里乡东村里的平埔族族人，每年旧历9月10日拢会办传统的牵戏夜祭活动。这项祭典自1802年开始列入花莲县定文化资产，不过今年公所编的预算无执行。为什么我们乡公所有编列了15万？我现在没有给他们。你们有没有通知他们来开会？看他们意愿是自己办，还是由我们乡公所主导呢？我相信这块你们也没做到吧？对，这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疏忽。嘿，公所讲，牵戏夜祭活动往年拢是公所主办，不过今年在地2个平埔族协会、西拉雅族加大武龙族，因为考虑文化内容无同，要分开家己办，就未当用公所业务费支出，爱另外申请。因为公所编的预算是在业务费，所以业务费不能给他们协会去办，他们协会要办的话要写计划上来，然后从我们的社团里面奖补助里面给他。对乡长的讲法，族人认为有算书顶头明明就编15万的祭典经费，也无法度理解公所为什么拖到上尾才讲。乡公所一直到我们祭典前的1个礼拜才打电话来跟我说，我们有一笔钱可以给你们申请3万块，这样已经剩下1个礼拜了，我工作很多，然后你叫我再写个计划去申请那3万块，我当然做不来啊！最后大武龙族是家己种植办，西拉雅族是一半补助一半家己种植。因讲平埔族伫咧遮有3个族群，有各自无同的文化，无应该强迫最近办祭事。公所讲会重新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嘉义县中部的龙兴村遮，有一间早前公卫局的薰草间，但县府也甲卫生福利部争取到4000几万的预算，要甲这片旧厝体建设做长期照护的园区，尽量要来看顾县内遐已经得到失智症的老大人。厝顶的木造结构开阔10来空间，这一直是公卫局薰草买卖场所，后来一直无咧使用。即马要起一座日调中心，而且阁有照顾失智适大的团体厝体。咱足好啊，咱是爱有位啦，有所在啦。嘿，你若不像阮金兰无所在，我就无法度做。
无像你这所在遮宽安尼，无法度做安尼。在团体家屋里面，它好像是一个家的感觉，他们可以在一起聊天，然后也会分配一些事务给他做，也把他的那个退化的那个程度可以让他一直延缓这样子。这个因照顾实质时大的团体厝体，暗算会提供24点钟的照顾服务，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嘛替实质时大提供更较好的照顾。嘉义县卫生局表示，这个空间争取着4000多万的预算，除了打造一个功能多元的照顾中心，嘛要来保留具体的建筑元素。为了照顾我们那个中埔乡以及我们嘉义县的一个长辈哈，所以把这个闲置空间那再利用，那跟县政府这边一起来争取卫福部的一个长照整备的计划。那我们这一栋它是一个块木的木屋架，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已经有一个类似一个历史建筑的一个意味，所以我们这个既有的建筑物我们会把它保留，然后去做一个修缮。根据嘉义县卫生局的统计，目前全嘉义县65岁以上可能有失智症的时代，大约有7000多人，佫需要真侪资源来协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话来讲，手机啊和平板电脑愈来愈普遍。屏东县一个今年才5岁的查某囡仔就是长期间拢用手机来看影片，有时一日佫看到4点钟久。这阵这个囡仔目睭发炎，医生检查落去才发觉，毋但已经近视，甚至佫得到目睭结石和大痧的症头了。 5岁女童予家长抱会当地检查目睭，因为伊最近定定落目睭嘛定定发炎。检查了的结果，家长拢讲去啊，女童毋但有近视，目睭都非常的大痧，而且两蕊目睭的下目睭皮内底拢有结石。这个案例非常特别啊！我两边翻开的时候，大约两边的眼睛，一开始以为是他长针眼了，那结果不是，竟然是长眼结石啊！ 那他眼结石大小大概0.1公分左右啦。医师表示，结石一般拢是大人才会发生，这么细汉就有结石真罕见。若是本身有过敏，还是干眼症，目屎较少，无法度把积伫目睭内底的物件冲走，就较高产生结石。部分的研究发现，常常耍手机啊，会较少粘目睭，连带目屎分泌嘛会减少，发生干眼症的机会就会变悬。现在的社会好像手机还算蛮频繁的啦。 对啊，就是电视啊，对手机，他蛮常看的。有时候就是家里的人谁如果有空，他可能就拿给他看。医生表示，目睭有结石的时阵，一开始可能会感觉敢若有物件伫内底，慢慢会有大痧、冲血等状况。若是结石变大，都有可能会抹伤眼面衣，千万爱注意。提醒家长唔通拿手机啊，还是平板当做照顾囡仔的工具，以免囡仔的目睭因为长时间看荧幕受到伤害。 记者陈焕武、面交关高雄报道。原来讲云林拿来乡的乌头庄，当年拢会举办抢水节，这就是咧纪念过去种植烧抢水的历史。不过如今嘛，创造出新的时代意义。活动就是希望讲民众爱尽量重视省水欠水的道理。 翠花口号，手光人啊个拼向头前，脚步唔敢慢，就是为着要赢第一。这是云林县拿来向乌头社区举办的抢水比赛，参加比赛学生拢真认真，讲究团结，要拼输赢。虽然过程当中有人跋倒，目甲规身躯全脱毛，不过大家游玩感觉趣味非常，算甲笑嗨嗨。要抓准节奏，然后也要冲得快，然后最好是重心要稳。 不要跌倒就好了，不要跌倒大概就可以赢了。那我们这次得第几名？第1名。抢水是乌头社区的传统，乌头社区徛伫落水溪按山地拄入平洋活南边的所在。较早落水溪樱花并无起爆花，大水做一日来，因为溪水带大量的土沙流袂行，就安尼积伫咧乌头社区。日本时代为着引水入嘉南大圳、罗干线，才会水利设施，就制作大量的冷压锅，徛伫水闸阻挡溪流。 不过大水若甲冷压锅呛歹去，就要重新建制，才袂断水影响引产。这款规定就成做当地特殊的抢水活动。在我们现在因为不太可能到浊水溪去做这个体验活动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就
就是发想在田间里面利用水田，然后把它把土刨深，然后再加水进去模拟那个下溪的危险的状况。我觉得孩子他可能会从挫败中去学到一些经验，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是让孩子去了解说，抢水节的由来是什么。虽然无法度正式去到落水溪使用朗雅阁来挡溪水，不过乌头社区变巧举办抢水节活动，利用已经修成的产地做比赛场所，模仿市民抢水的情形，就是希望愈侪人经过活动，体验古早人的辛苦和用心，推广传承地方的水利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今年甜柿仔唔但产量大出，确实又个甜。南投关林仔乡的高山柿仔目前已经当咧采收，尤其价数嘛比永过加较俗。这几档农会佮辅导农民采用无毒的种植，高山柿仔的品质一年一年确实是愈来愈好。这几颗已经对，已经变橘色了，都可以拔。树仔顶头的高山甜柿对本地青色豆豆啊变做柑仔色啊，代表已经会当采收。林爱乡去年因为天气的影响，甜柿收成足凄惨的。加在今年天气真稳定，农民讲今年一定会大出。比去年好多，量长得也差不多都有6、7成左右。今年的气候环境很适合，尤其我们在高山田氏目前从中高海拔已经开始出产，它的色泽非常的亮丽，它的甜度也非常的高，尤其它还有本来的田氏的香气，所以今年我们预计高山田氏会有一个大丰收。仁爱乡因为海拔1000到1500米，加上每日的温度差大码，所以出产的甜柿食起来脆佮香甜。这几档农会佮辅导农民用友善无毒的方法种柿仔，嘛提升高山甜柿的品质。自己做那个易肥，然后就是说，像化学啦、农药我都不打，都用那个易肥啦，还有些是酵素啊，这样子打。除了现满的甜柿就市，今年农民嘛甲看起来较无好的甜柿，烘打变做柿仔干，加工的过程拢无加烹料，滋味嘛袂歹，增加甜柿的经济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换来讲，3冬前有民间团体伫台南市内设一座纪念被逼去做慰安妇的老阿嬷的铜像。不过但因为土地买卖，铜像可能就要刷去别位。虽然地主有因讲会当宽限5冬，总是民间团体也望市府斗3工，找新的地点来设铜像。台湾第一座前日军慰安妇阿嬷的铜像，就安伫台南市区的街仔头，不过未来可能爱刷走。现在市党部已经迁移到东区，所以这边就势必我们的铜像，我们有跟地主说，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们几年的时间？所以他地主同意了，在5年的时间再让我们迁离。所以我们希望台南市政府黄伟哲市长可以另寻比较适合的地方，让我们可以怀念纪念这个慰安妇这个议题。阿嬷铜像所徛的这块地，原底是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的空地，因为互人拍卖换地主，市党部已经搬来东区林心路遮，剩铜像唔知要刷去倒位。回顾铜像风波，2018年拄适地，就发生日本人假做要甲踢的事件，影片一个出来，迄个时阵引起真侪台湾民众的不满。政府伫这方面呢，应该适度表态。如果你有啥物为难，会当换另外一个角度来关心，敢毋是？这是关心妇女、关心人权呢？关心咱台湾发生过迄类的历史啊。国民党副秘书长谢良介跳出来批评，认为政府这3冬来对慰安妇议题拢点无动静。揭露。其实，这个铜像是敢若逐冬8月14，国际慰安妇纪念日会举办活动，有时阵会有民众主动来献花。不过，即马阿嬷的铜像孤单徛伫个路边，侪游客来遮拢是看对面的林百货、银行等等日本时代的古迹。真失望啦！当讲有一个所在因为咱台湾遮侪慰安妇安尼个，你嘛是爱表示。这慰安妇这地缘关系，甲咱台南有甚物款的
地缘关系无？遮的慰安妇内底有几个是咱台南人，所以当初因设的意义是伫倒吼，这点是爱去考虑的，会当好好啊考量，就是讲设的位置甲设的意义吼，无一定。我的想法嘛，无一定伫台南市呢，吼。学者肯定台南的阿嬷当上是对历史的交代，嘛是对人权的重视，对战争的反省。台南市政府已经请文化局找找适合的所在，进一步讨论。今年年底应该就有答案。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再来讲，这几年台湾一寡国内家己制作的戏出，拢拼出真好的成绩。当文化内容促进院也当咧和民间合作，举办创意内容的大会，现场直接引进22国的国际媒体来和咱国内当咧计划、当咧制作的一寡新戏出互相制接，望讲直接拼入去国际的市场。家庭故事、工课场生活、推理剧情，要 LGBTQ 的题材，也伫咧开发阶段的原创作品。伫今年的创意内容大会，被甲侪国际媒体公司制接，若是有摕到合作案，文庆院计贴价提供上悬30万美金的国际合资合作鼓励方案。今天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起步。我觉得对台湾影视产业来讲，或者对全世界来讲，今年是特别的一年。我们跟金马创投文执行长，还有嘎嘎乌拉的林志杰执行长一起在这儿，就是要携手做一件事情，让台湾的原创内容能够攻占国际的市占率。台湾有丰富多元的原创题材，像是故事小说、漫画、绘本、报道文学、诗集等等，5万整合汇流出版作品，和来自台湾这故事启动内容制作的产业力。那现在有文策院的一个支持，我相信这些优秀的这些企划应该会更放心。投资者们呢，应该也会对于台湾的影视创作应该有更多的信心在里面。这届合作除了金马创投会议，也有台湾 LGBTQ 线顶影音平台嘎嘎欧拉拉，这个平台嘛是台湾头一个全球化 OTT 平台。目前已经有超过195个国家的会员有在使用我们的平台，这些内容跟这个平台属于台湾的平台往外扩散。那作为一个有2个小朋友的同志爸爸，我觉得很开心，是活在台湾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就是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婚的国家，然后带着一个非常包容的一个气息，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把这样子多元的内容去创作。文庆表示，今年有22个国家参加这场大会，海内外投资数量甲去年比加3倍，会透过线顶和创作团队直接商业的合作交易。记者杨淑晴、林玉凯台北报道。时代伫咧进展，今日11月11，确实有真侪人伫网络采买用品。当有一项调查也看出讲，较无20岁的少年家有8成认为讲，做网络的红人嘛是一道。永安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特别邀请观众朋友来了解网络的红人到底是安怎样经营家己的名声。各种无共款的梦境，因的举动比明星更加吸引人的注意。有的人是运动专家，有人介意伫网络口水政治，甚至一寡乱舞的影片嘛，吸引未少人去起赞。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很有趣的时代，是既要每一个人都要凸显自己，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都很喜欢跟别人一起起哄。社群网络时代嘛，互一寡过去被压抑的声音找到出口。亲像是未婚生囝的依依妈，伊就运用网络的力量，想要脱离歧视观念。我希望讲，这个社会对于单亲家庭、对于单亲的囡仔，渐渐莫有刻板印象，无一定爱，都是咱所知影的，一个老爸、一个老母，安尼开始完整的家，我感觉有爱的所在，开始都是一个厝、一个家安尼。今年的金钟奖。网络影音平台 Netflix 就为8项大奖，明星和网青界线愈来愈不平，开始有少年人想要伫网络拍破以台北为中心的流行文化。我会感觉讲，为什么阮做什么代志，或者是讲要做较媒体也好啦吼，还是讲一寡较特别的表演，一定要走去台北看嘛。对，即我感觉不好，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南部一定要有家己的完整的系统。
伫网络时代，无论是流行文化，或者是社会结构，拢产生本质的改变，也互更较侪少年人有机会伫这个无限可能的世界，找找属于家己的梦想。记者王艺峰、吴文良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气温的悬低。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1度到2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3度到29度。台南、高雄、屏东2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21度到27度。金门、马祖、澎湖19度到25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